受到丹纳斯风台影响，真侪北门罗德岛鱼仔公寮拢被吹歹去，有的伫修复当中，嘛有的是规个卡条排队等待重建。对此，立委陈廷辉要求相关单位了解现场会勘，要来协助科农进行补助。咱北门地区其实有足侪咱的养科，就是咱的科棚啦吼，拢已经伫即道丹纳斯台风拢造成足大的损害。就是因咧破蚵仔的所在，还是讲因咧工作的所在啦吼。所以因为咱知影咧长期来，就是咱地方的一个问题，就是地肉。他们没有办法拿到容许，所以因每一道若受损的时阵，因就是无法度摕到救助甲补助。所以即道咱特别邀请到渔业署甲农业局双方面来讨论到底问题出伫倒。不过，根据中央制定的农业用地使用办法当中，并无蚵仔工寮项目，互渔民来申请合法性。佮加上蚵仔拢是饲伫咧社屋内，政府并无办法来辅导申请破蚵仔场。所以未来必须透过中央修法土地合法了后，才有法度来申请补助。咱即马要求渔业署爱伫2个月内赶紧的，把咱这个容许的这个项目来列入，就是必须要正面表列，依照这个容许无把咱养科场改坑里吧。所以我们现在要求一定要处理。那我们会在这2个月尽快来要求我们中央来依据农民的需要、渔民的需要来做处理。对此，在地科农希望会当比照莫拉克风灾迄当时的特别条例进行专案辅助，并希望未来透过修法会当协助养蚵仔产业更加稳定以及品质的提升。其实咱遮看到的蚵料都是从阿祖阿公留到现在的，然后一直以来就是在做这个传统的一个加工剖刻加工的一个作业。恭喜在当初也没有那么详细的完整的一个法规跟配套的一个措施，然后我们一直像我们自己本身也一直在做牡蛎的一个优质化，像我们自己也很努力的去申请产销履历、水产溯源，然后台南科这样，然后来算是推广我们自己本土牡蛎的一个行销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政府可以多多的辅导科农，因为科农说实在是我们养殖业说实在的打的东西真卡人说实在的那么要去争取到那么专业的一个是很不容易的。工寮是科农的工作空间，不论是拔蚵仔壳，或者是清洗、分析、破蚵仔，拢必须要伫工寮内底进行。当地经济以及人民的生活，甲工寮是分袂开的。因此，科农希望政府会当帮助因早日重建，让这个产业会当继续延续落去。台湾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